如果要喺香港演藝界之中揾出一個涵蓋電影、電視、舞台劇、音樂劇，甚至係粵劇成功嘅製作人，可能只有佢。佢就係中環80、90年代到而家製作過無數叫好叫座喜劇、每年賀歲片嘅鐵膽導演。佢係監製、導演，亦都係編劇同埋剪接師。電影係佢畢生嘅事業。佢就係高志森導演。高志森導演，你好，歡迎你。你好，歡迎你嚟到多倫多，亦都好多謝你咧嚟到我哋名人對話嘅第一集喎。我嘅榮幸。多謝晒。嗱，喺我哋啱啱舉行嘅呢個本地中華多倫多電影節咧，其實你嘅新作咧《嶺南功夫少年》攞咗一個個人嘅獎啦，攞咗3個獎添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你喺電影生涯之中嘅點點滴滴，同埋今次攞獎嘅感受咧？我諗個獎係分開2個部分嘅。第一個就係我個人嘅一個對我嘅一個嘉許啦。我自己就覺得咁樣，佢呢個咧係一個關於一個跨媒體製作人。咁我事實上我真係跨媒體嘅。我自從90年代中開始咧，我已經唔完全係企喺 camera 嘅側邊。我本來我最中意就係企喺 camera 側邊拍我嘅劇情片，拍我嘅喜劇。咁但係問題去到90年代中咧，你知道香港盜版好犀利，黑社會又橫行，咁於是咧就好多啲投資電影嘅殷實嘅製片人咧都紛紛退出，咁香港電影就急速地走入谷底，跌入谷底。呢個跌入谷底唔係一個會反彈，睇唔到。由90年代中到而家，香港嘅電影一直都喺谷底，到今日都未見到有反彈。咁因此90年代中咧，我就多咗一樣嘢，就跨咗媒體，應咗今次大會個獎嘅嗰個前提，就我做咗一樣嘢叫舞台。舞台嘅天地都好大嘅，咁除咗話劇、音樂劇，甚至形體劇、舞劇我都做過。我做過音樂劇，我做過粵劇、廣東大戲啊，哎呀呀嗰啲我都做過。咁亦都喺呢個舞台度，我做咗好多慶典嘅節目，包括呢個國慶文藝晚會，好多年嘅國慶文藝晚會。另外仲有一個部分咧，就係演唱會。我做過許冠傑演唱會，做過汪明荃嘅演唱會等等。好多人都唔知喎呢樣嘢。所以咧其實嚟講，我就變咗2條腿走路。我自己本身就跨咗媒體，咁偶然仲做下電視劇，伴我同行啊嗰啲電視劇我都拍過。咁因此我諗咁多年落嚟作品係多嘅，我自己自問亦都好勤力，但難得一樣嘢就觀眾好錫我，就比分比得好鬆手，所以咧我就基本上我自己就對自己嘅作品仍然覺得有進步空間，所以大會俾呢個獎我咧最大嘅感受就係，我覺得我仲要提升我自己。點樣提升法啊？我相信咁樣嘅做創意工作咧，來來去去咧都係黃霑先生嘅嶺南創意大師。黃霑先生佢有句説話咧，佢概括咗咩叫創意。佢話創意就係元素嘅重新組合。咁太陽天下無新事係嘛？宇宙萬物元素都係講緊100幾種。咁今日梗係唔係講科學啦？創意嘅元素就好多啦，係嘛？每日社會發生嘅大小事情。親朋戚友咁多個古仔，別人嘅作品係嘛？我哋都可以喺唔同嘅方面吸收元素。問題係吸收元素，你要有更加包容嘅心。咁因此所有嘅元素咧都可以即係收為己用。但更重要，佢話創意係元素嘅重新組合啊！重新組合就要考技巧啦，就要講功夫啊，係嘛？可能你好多元素你唔識重新組合，你嘅做出嚟嘅作品都係拙劣嘅。又或者你太過講技巧，你根本冇料到，你個作品都係空洞。咁所以都係從2個方面，第一應該要話俾自己聽，仍然要有非常之包容嘅心態去吸收唔同嘅元素。第2個就係對於而家譬如話我哋已經攞住個手機睇好多嘢啦。咁手機本身佢嘅重新組合啊，個元素嘅重新組合。手法又唔同，個套路又唔同嘅喎。所以你提到呢樣嘢就係而家好多年輕人又好，就算我哋老一輩啲啊都好啦，中意拿住個手機嚟睇嘅。以前拍嘢同而家唔同喎，而家拿住個手機都可以拍，佢超短劇幾分鐘一集。但係我自己睇呢一個我唔睇呢個好長遠嘅，佢唔可以取代電影，佢甚至唔可以取代舞台劇。
曾幾何時當電影出現嘅時候，大家都認為舞台劇冇㗎啦，個個都去睇電影啦。結果係點啊？舞台劇依然活到今日，因為舞台劇係有佢嘅特質。係唔係因為電影就已經製作好？啊舞台劇係 live 咧？冇錯，live 係一樣嘢，live 係不能取代嘅。哈哈，你入劇院睇，你同個表演者係互動嘅，你會對佢嘅唱跳演彈，你會拍爛手掌，因為佢 live 只有一個 take，冇 take two，冇 NG，冇替身。咁電影呢樣嘢取代唔到啦，咁仲電影出現咯喎，咁你取代唔到個舞台劇。後來有樣嘢出現咗叫電視，人人都趕住翻屋企睇呢個劇集大結局，咁啲人就話死啦，電影冇啦，個個翻屋企睇電視，邊個睇電影啊？結果可能咧，電視嘅出現咧，就培養咗另一種嘅消費同埋呢個娛樂模式，佢取代唔到電影喎。因為電影就係一個大嘅黑房，一個作品你入去睇，睇完咗之後，你會出嚟嘅時候，你會回味，你會好專心去專注睇一個故事。你喺屋企睇電視唔會專注㗎，電話嚟係嘛？或者去洗手間煮個麵，咁你已經散晒啦。咁因此咧，電視都以為佢會取代電影，結果取代唔到電影。佢只不過可能令到電影係變成另一批嘅觀眾去睇電影啫。咁而家手機出現啦，咁你話係咪會取代電影咧？我又睇唔到，佢更似會取代電視。你有幾好喺屋企睇電視啊？我就好少喺屋企睇電視啦。睇波咯，或者睇新聞咯，係咯，呢啲不能取代啦。即係話，即使佢可以取代到某啲電視劇，佢都取代唔到足球，因為你咁細個屏幕，你睇唔到足球噶嘛。你咁細個屏幕或者佢可以取代到睇新聞嘅。但係衝擊最大嘅咧，手機咧，衝擊最大嘅應該係電視，仍然衝擊唔到電影院，因為電影院係屬於一個你入去體驗一樣嘢，然後你出嚟嘅時候，你會回味，你離開戲院嘅時候，你會同你嘅朋友一齊去飲杯嘢，吹下水，講下戲文，呢種享受就唔係手機俾到你。但係你頭先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香港嘅電影90年代開始一路走下坡，落到呢個谷底，係有咩辦法將佢可以即係扯翻高啲啊？我認為要重新定義咩叫做睇電影。定義嘅意思就佢可能會變得小眾，係佢唔會被取代，但係佢有可能變得小眾，即係屬於中產階級或者屬於出嚟社交嘅嗰班，或者中意喺個黑房裏邊睇一部戲，沉浸喺個古仔裏邊而取得思考同埋樂趣嘅嗰個小眾。咁就變咗一個精品化㗎咯喎！精品化不特止，仲要係思想化。咁但係如果去到咁嘅程度之後，有冇投資人肯投資電影呢？只能夠投資相對低成本嘅電影，佢唔可以貿然就幾億成本咁樣去拍，冒險太大。咁因此咧就會突然間我去翻，我思考，咦咁我出道嘅時候拍嗰啲開心鬼啊、富貴逼人啊、雞同鴨講啊，甚至你話家有喜事、花田喜事，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13盟相對都係低成本啦。我監製嘅《虎道門》低成本啦，然後我而家拍緊呢一部呢個嶺南功夫少年，相對嚟講都唔係億聲嗰隻成本啦。係，咁所以即係可能個投資人佢要投資去另外一樣嘢，唔單止成本係要精打細算，可能係要用低成本去揾一個咩突破呢？唔係小鮮肉明星嘅突破，而係一個劇本嘅突破，一個創意嘅突破。嗱，你頭先提到呢，即係可能起用呢啲新人啦，以往你都起用好多新人。係。今次嘅嶺南功夫少年之中呢，當然大家都知道有洪金寶大哥啦。係。以往開心鬼大家都好記得㗎啦。嗱，你起用新人李麗珍啊、羅美薇等等，佢哋呢都後尾紅咗啦。係。咁其實喺提攜新人上邊咧，係咪你嘅特別嘅市場策略？同埋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嘅演技咧，可以有一個即係再升呢咧嚇？首先咧，我覺得揾新人一定要揀得好小心，唔可以話佢幾靚女喎就叫佢埋位啊，冇嘅。佢一定要有講到古仔嘅能力，即係一定要有演技。即係要試嘅喎。一定要係佢有氣質。亦都要有佢內在，或者你可以培養嘅。例如我哋今次嶺南功夫少年6個新人，4男2女。係。我喺3000人喺廣東省，3000人包括呢個體院體校，包括呢個舞蹈學院，包括海選，3000人揀6個。咁
並且同佢哋做咗2個月嘅武術訓練、演技訓練。演技訓練特別強調係鏡頭下嘅表現。咁呢個即係要花好多心機，寫好個劇本，同佢哋逐句排，要將佢哋啲戲執出嚟，要話俾佢哋聽咩叫 inside out， 咩叫從心而發。我請咗2個演技指導喺香港，2個做舞台劇嘅，一個李潤琪，一個招媛，就係同佢哋做培訓。咁要用2個月時間去同佢哋未埋位之前試晒佢哋啲戲。咁呢度一個，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嚟講用新人你就有一個好處，就係你嘅創作就以劇本為原則為大前提，就唔係為明星為咗挑花去遷就啲明星去寫劇本，甚至犧牲個劇本粗疏一啲、平啲寫出嚟。就希望揾多啲錢去請明星。而家我哋中國嘅電影業係重蹈緊我哋80年代進入90年代嘅一個悲劇嘅覆轍。就係抬太多錢，特別係當黑社會入侵咗香港電影界之後，大量嘅資源只係睇住海報上面嗰幾個人頭。而家喺中國好多網民已經講緊一句説話：我先至唔會用嗰張戲飛嘅錢去補貼呢啲製片人嗰部電影裏邊嘅過於高昂嘅明星費。好多觀眾已經意識到呢點啊！你揾我笨，你張海報哇一大堆人頭，個個都明星，咁我買張飛啦。個劇本冇創意，空洞無物，佢哋已經開始呻笨啦。咁即係話遲早一日又會跌翻落去嘅。我相信又唔係話明星唔重要，咁我套戲都有個洪金寶啦。明星可能要嚟壓陣啦。你話令到觀眾呢套咩戲啊？邊個做㗎？洪金寶咁。我哋再講朱咪咪米雪。咁再講李力持又有份做，好多人都有份做，或者我哋佛山有個彭熾權，阿彭哥咁，你噏得到呢啲名，觀眾大概都知。即係要有叫座力先有一定嘅叫座或者吸引，但係唔會完全埋沒咗寫好呢個劇本嗰個劇本個資源啊！你攞資源去寫好個劇本，嗰個資源你省略咗攞埋嚟請明星，成套戲而家喺內地同我哋80年代尾香港嘅電影一樣，80%到90%嘅製作費係要嚟請嗰幾個明星嘅。咁你得翻嗰10%，你點寫劇本咧？完全明白。咁但係你頭先提到新人嗰方面啦，你要有潛質，你要有起碼camera face 先啦。咁但係個新人都想紅噶嘛。係。咁又冇資源，點樣可以捧佢哋咧？我相信都係要戲包人。先係要喺呢個創作嘅前提之下咧，劇本成為咗靈魂。你搞好咗個劇本咗之後，揾啱嘅人去演，係角色 fit 入去，即係個演員 fit 個角色，咁樣先至有得做。戲包人啫嘛，等於我拍呢個《富貴逼人》，董彪、沈殿霞睇當時都係電視藝員嚟嘅。沈殿霞拍第一集《富貴逼人》，佢已經14年冇拍過電影嘅。一路做緊《歡樂今宵》。董彪係從來都係二線，成龍側邊嗰個，邊個側邊嗰個，佢係阿叔，不過佢唔係第一 number one 第一把交椅，企陣第一男主角。兩個都係二線電視人去主演呢個《富貴逼人》。咁當然我認為當時《富貴逼人》嘅劇本都有足夠嘅元素同埋能力，可以令到彪叔彪嬸好出彩嘅。咁啊，《歡樂今宵》當然啦，咁啊沈殿霞大家姐啦，係咪先入晒民心噶嘛？咁所以一出嚟咧，又啱啱控制好劇本，就可以做得到呢樣嘢。但係我同你補充一句彪嬸彪叔呢兩個角色係好灰色嘅。彪叔係小人物嚟嘅，小男人嚟嘅，少少好色，發達最好死老婆，即係嗰種小男人。咁如果係董彪，佢唔係一個入到家庭啊，佢嗰陣時係平馬噶嘛，好入到屋嘅。彪嬸都係小人物，小女人嚟㗎，爛賭，成日喺樓梯口打麻雀，攞啲家用去買六合彩，係嘛？打老公，即係打喎，揈揈揈揈一錘錘打喎，打狂抽啊彪叔嘅喎。呢啲咁樣嘅我哋叫小人物，帶一種灰色嘅，即係呢種人物嘅設計，灰色地帶。咁如果我哋揾一個好嚴肅嘅演員去演咧，會演彎個戲嘅。我當時揾呢兩位，因為佢哋入到屋。所以個 casting 嘅精妙處就係揾兩個入到屋嘅去做小男人小女人，充滿缺點嘅小男人小女人。
觀眾反而覺得好好笑，好投入。所以嗱，你頭先提到呢一樣嘢就係佢哋入到屋，咁同埋咧揾到啱嘅演員去演呢啲咁嘅角色。其實呢啲係咪你去製作一啲電影以前咁賣座嘅電影，首要去諗嘅一啲條件嚟嘅咧？我自己都係相信劇本。我認為劇本係靈魂，一劇之本。我搞唔好個劇本，你叫我夾硬開戲，我冇底。通常嗰啲劇本未寫好就拍咧，喺我嘅40部導演，連埋監製、策劃、編劇85部戲嘅歷史，通常冇寫好劇本就拍嗰部戲，多數都係彎。所以你策劃上面第一就係一定要有好劇本。冇錯，我呢個嶺南功夫少年係2018年嘅時候就已經係作為佛山嘅功夫電影週開幕嘅一個舞台劇，為功夫電影週開幕係同我哋香港同佛山合作咗一出舞台劇，當時就叫做佛山功夫少年。成個古仔我已經試咗嘅，我喺舞台度試咗。咁然後就疫情後2023年疫情後，我哋再攞翻呢個劇出嚟，又搞翻功夫電影週，攞翻嚟重演，又攞埋香港演。咁佢已經喺個舞台上已經做咗有得10場8場嘅，係磨練好嘅啦，個古仔嘅 structure 個大綱。咁加上我哋演舞台劇嘅觀眾反應非常之好。好多觀眾咧，香港貝君奇先生梁福元先生嗰啲，佢贊助我哋香港嘅演出嚟睇，睇完之後佢讚口不絕，話好啊，呢個劇本點唔拍啊，拍成電影啊咁。係佢哋呢啲咁樣睇完個舞台劇，鼓勵我拍成電影。咁我由2023年開始，咁就24、25，即係前後用咗2年幾去做呢個改編，由舞台劇變成電影。咁啊，都係個劇本緊要，完全係冇錯，用2年幾嘅時間，一定係要搞好個劇本。然後舊年嘅10月先開拍。頭先你提到富貴逼人啦，係咪？咁我覺得嗰啲題材就好香港化嘅。而家我哋講緊大灣區、中國大陸10幾億人嘅市場，其實喺選材啊、同埋策劃啊，甚至製作上邊咧，同以前有咩分別？我諗咁樣啦，大灣區講緊係8600萬人口，9個內地城市，再加埋香港、澳門11個城市，佢基本上代表住嘅嶺南文化。嶺南文化有好多同根同源嘅嘢，博大精深，亦都有好多唔同文化呈現嘅古仔。包括我哋呢個功夫少年呢部戲，嶺南功夫少年呢部戲就有舞龍舞獅啦、功夫啦，有食啦。仲有好多，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我覺得家庭嘅觀念呢樣嘢係好廣東。嗱，我唔係話其他中國地方冇家庭觀念，全世界我相信家庭觀念相對比較重嘅係我哋中國人，而中國人之中家庭觀念特別重嘅咧係廣東。你而家去廣東，你去旅遊，陳氏、宗祠咩有呢度黃氏，嗰度又乜嘢？各處鄉村都有佢個種族個姓氏嘅宗祠，好多祠堂就係講嗰啲啦。即係你真係可以查翻祖宗18代，係咪族譜？冇錯。中國人好重視，特別廣東人特別重視嘅係個家庭關係，一代接一代承傳好多嘢。咁我諗呢樣嘢係我呢部功夫少年嶺南功夫少年我特別想拍。我本身就成日都拍家庭元素，我嘅富貴逼人啊，嗰啲都係屋企戲嚟。家有喜事就家庭啦。我自己就咁樣睇，即係就以家庭嘅呢個話題，就我相信整個廣東，包括我哋香港、澳門，其實都差唔多，都係咁強烈。同埋嗰個方言啊，我哋廣東話。當然啦，係咪？係。我部戲咧就係現場收音就廣東話嘅，但係咧我仲有配咗呢個普通話版本。我相信喺廣東發行啦，我嘅喺深圳啊、珠海可能好多戲院都會上普通話。但係其實我而家仲有個野心，我想配英語嗰部戲啊，因為洪金寶喺歐美市場係有市場嘅。開始有好多人問。我哋都好想Sammo Hung，我哋都好想你有冇英語版啊？俾我哋睇下咁，可能會除咗中文版之外，仲多一個英語市場。但係好有難度嘅喎，其實由呢個廣東話去到普通話，再去到英語，其實你要即係
實牙實齒咁將你裏邊嗰啲嘢想講翻出嚟都好難嘅喎。我同你講啊，所有廣東話好絕韻嘅語言，譯唔到嘅，係咯，完全譯唔到嘅。係啊，所以當我哋睇電影又好，睇電視劇又好，甚至舞台劇又好，始終我哋廣東人咧都係嗰樣嘢咧係比較原汁原味一啲。冇錯。嚇，嗰啲有句對白咩？唉，你冇講咁多，教仔揾第日啦，教仔揾個第日，你點譯咧個普通話？你教孩子改天吧，唔通啊嘛！但係我哋一聽就明嘅咧。唉，你講咁多嘢做乜啦？教仔揾個第日啦，咁你就會好明嘅。呢啲廣東話好容易明嘅。嗱，其實喺今次嘅多倫多中華電影節咧，攞到呢個就係最佳跨媒體製作人大獎。係我哋頭先提過啦，你亦都講過嗱，我好早已經開始咧，唔單止喺電影，我又做舞台劇，甚至演唱會啦。其實喺呢幾方面咧，你點樣去平衡一下咧？同埋喺每個嘅即係唔同領域上邊，點樣去發揮自己嘅所長啦嚇？我諗咁樣嘅，嶺南創意大師嚇黃霑先生，佢嗰句説話實在太精準。佢話創意係元素嘅重新組合，而佢仲有一句説話就係話，你只要掌握一樣嘢，你以後就唔使區分自己或者界定自己，我係電影人，或者我係電視人，或者我係音樂人，或者我係廣告人，你唔使咁界定。佢話咧，去到最後尾咧，你只要掌握到一樣嘢咧，你就係媒體人。但係你所講嘅，你每個唔同領域點樣去冇錯做好佢？佢認為邊一個領域嗰套功夫嗰套套路唔係最重要嘅。最重要嘅就係話你點界定你自己？我係媒體人，所以咧我只要我掌握一樣嘢，我就可以跨媒體㗎啦。掌握咩咧？就係嗰句説話，創意係元素嘅重新組合。你揾到個創意嘅套路，你能夠點樣做到個創意？你了解背後嗰個創意嘅核心原理咧，你就可以跨媒體㗎啦。咁啊，創意元素重新組，即係話其實嚟講咧，就係話你要喺嗰個領域裏邊、嗰個 platform 裏邊、個平台裏邊去揾屬於你今次做嘅呢個創意嘅各種元素。你要用一個字叫做浸，佢用呢個字嘅，你浸入去。你花時間你自己咧活喺裏邊浸，好似浸浴缸咁啦，梗係唔係叫你浸浴缸啦？你浸入去即係你做好 research， 攞多啲 research， 攞多啲元素，揀重新組合。咁因此你可以做音樂，你可以用呢個心態去做電視，你可以用呢個心態做廣告，你亦都可以用呢個心態做電影，甚至做舞台。但係有冇難度咧？如果你肯花時間去浸，按道理就冇難度嘅，因為技巧嘅嘢咧係一次生兩次熟，三次大結局係掌握㗎啦。咁咧就我好信阿黃霑生呢一套嘅，所以咁多年嚟我遊走喺唔同嘅範圍，譬如話演唱會嘅舞台、音樂劇嘅舞台，或者我去做電視，我去拍紀錄片，我去做喜劇、拍電影。我都係呢個心態。首先，你花幾多時間為你要寫、要解決嘅呢個題目去浸？你浸幾耐？你浸幾多嘢？你攞到幾多料？同埋你重新組合嘅功夫，你點樣可以重新組合到一套新啲嘅打法？咁係時間嘅啫，同埋睇你夠唔夠勤力嘅啫。夠唔夠勤力？係。夠唔夠韌力？冇錯。夠唔夠耐心？係。夠唔夠？如果你都唔夠咧，你就只係剩翻個殼，一個吹水嘅殼，咁就通常都彎。通常都會失敗。通常都失敗。嗱，咁呢一行我覺得做到而家，我做咗幾廿年，我唔認為呢一行係吹水吹翻嚟嘅。當然好多人吹水嘅，吹水嘅人好多，但係我唔 believe 咯。OK。我唔 believe。一定要有實力。冇錯，一定要做到個作品，一定係拜作品去説明你係掂定唔掂，有冇料到，都係睇作品。但係我遇到嘅，我相信唔係誇張，即係8、9成都係吹水。嗱，其實高度我第二次喺呢個多倫多再見到你嘅啦，你都嚟過好多次之前。係。我哋喺多倫多呢度又好，加拿大又好，相對嚟講咧，華人嗰個比例都人口比例嘅，係都唔少嘅。係啊。你覺得我哋有冇即係一啲潛力可以製造一啲，譬如係華語嘅電影，又或者有啲乜嘢嘅題材適合我哋呢邊？我過嚟拍過嘅，取景嘅多。係。
我嘅痴心的我同埋一套叫做我未成年，兩部戲嘅外景喺加拿大拍嘅。但係如果全套喺呢度做咧，相對比較多嘅咧就喺溫哥華拍咗套叫《富貴再逼人》第二集，70%喺溫哥華拍咗成個半月，當年87年年尾，係啊，咁啊，但係你話完全寫呢度嘅生活咧，我都拍過啲 telefeature，大概有2部 telefeature， 即係嗰啲用錄影帶拍嘅，喺90年代嘅時候，都喺度拍過一啲，但係咧因為個生活你要面對嘅個矛盾衝突同埋嗰種人性嗰個反應咧，同我哋香港太唔同。等於我今日喺香港或者我哋今日喺大灣區，如果你要我拍一套大江南北都認同嘅戲咧，我拍唔到嘅。我掌握唔到北方嘅語言，北方嘅人，我掌握唔到西邊重慶同你話重慶同成都同四川原來係兩個地方，佢哋兩個係互不認同嘅。甚至佢哋講嘅笑話，大家都覺得唔好笑。係咯，佢哋之間都覺得唔好笑嘅。係。咁你要我掌握晒全國咧，我自問我冇呢個本事啦。你話我拍大灣區電影嶺南文化 OK， 我還可以，我有得跟有得追。起碼我哋而家北上消費同內地已經拉得好近，因為無論係城市生活嗰種人性嘅體現都拉得好近。我相信喺加拿大取景係好好嘅。你叫我拍一套呢一度嘅文化，呢一度嘅人民嘅反應，嗰種生活嗰種內在，我唔係好容易可以掌握得到。不過可以考慮下，我哋呢邊好多電影嘅專才喺呢度，可以幫到你手。係可能大家對同一樣事物嘅反應，即係未必一樣。例如我過到嚟，我嘅視野咧，同我喺亞洲地方喺大灣區喺香港，我嘅視野就係我面前係咪係路，跟住就係高樓。係。但係喺呢度咧，我喺度坐咗幾日車啦，我坐車頭咧，我隻前面嘅下半橛係路，前面嘅上半橛就係天空，係完全係天，都冇唔係應該有好多棟大廈一棟二棟咁就已經壓晒啲位咁樣冇，咁我就覺得哎呀真係唔同，對每種事物嗰個人住喺唔同嘅地方，嗰個感受完全唔同。所以你叫我你話高先生你過嚟拍到嘢講就容易，我如果有個古仔好似富貴再逼人咁。真係度身訂造，天時地利人和，佢只能夠發生70%嘅劇情係喺溫哥華。咁我過嚟拍好舒服。嗱，你拍戲就可能有啲難度啦。咁但係你好多一啲嘅舞台劇，你嘅春天實驗劇團、金鎖記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啊。好賣座嘅，幾時會嚟到我哋呢度演咧？嗱，呢啲唔需要，係冇錯，係嘛？我哋過去喺文化中心喺 Scarborough 都演過好幾個戲。我哋有出叫《萬能蛋後鄧碧雲》，得3個演員嘅。當我哋過嚟做嘅時候，阿林家聲先生當時仲健在嘅時候，都嚟睇我哋。我哋真係好雀躍，係一段時間喎，都好長時間。我哋最近有一啲artist 過嚟幫手，係唱一啲陳百強啊、張國榮啊嗰啲歌。咁嗰啲都係近一種 concert 形式嘅。你話有少少劇情都好啦，佢都係 concert 多啲。我有計劃明年我會帶一個音樂劇過嚟，叫做係遇上鄧麗君。會係新人？唔係，係我哋香港一個做舞台劇都享有盛譽嘅，就係招媛小姐。佢演鄧麗君。咁其實咧就咁樣嘅，呢個係一個音樂劇。以前我哋真係有個叫鄧麗君音樂劇嘅，就係唱30幾隻鄧麗君嘅歌，然後咧就成個戲係將鄧麗君嘅一生幾乎濃縮咗呈現晒。咁但係咧就咁就好單一。咁我哋呢一版咧就叫做遇上鄧麗君，就係講阿招媛佢自己。一個演員，女演員，佢點樣講鄧麗君如何影響佢？包括佢以前讀中學嘅時候，每年攞歌唱比賽，佢都係唱鄧麗君嘅歌，就一定係攞冠喺學校攞獎嘅，俾到佢好多嘅信心。佢爸爸係鄧麗君嘅歌迷，點樣影響佢去聽鄧麗君嘅歌？後來佢演鄧麗君嘅音樂劇，然後喺大江南北咁樣去巡演嘅時候，佢終於睇到鄧麗君一生有幾個遺憾，咁作為女演員，佢自己嘅成長都有幾個遺憾。佢將兩個遺憾交叉埋一齊，佢覺得個偶像如何
影響佢去睇通件事。即係唔係淨係一個音樂劇嚟喎，好多內心戲嘅。都有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幾大膽嘅創作。我哋喺深圳藝術節，我哋演咗好受歡迎。咁跟住我哋就翻香港演咗好多場。係。咁啊反應極之好。我諗住出年8月想帶嚟呢個多倫多。所以你而家呢個答案已經話咗俾我哋聽。係。其實乜嘢即係最能夠打動本地嘅觀眾咧？音樂。有音樂元素嘅。冇錯。因為我哋講過，即係音樂就係一個 universal 嘅 language 啊嘛。係咪咧？係。應該係。不過咧就咁樣嘅。聽歌呢家嘢咧就而家有大分歧。係。大分歧就話咧有一派咧就話永遠都係以前啲歌好聽啲嘅。你講個7、80年代嗰一紮，你包括鄧麗君好啦、梅艷芳、張國榮、羅文等等啦嚇。嗰陣時啲歌好聽啲嘅喎咁。咁啊有一派咧就嗰啲老歌嚟嘅喎。咁啊然後佢哋聽而家嗰啲咧，但係而家嗰啲咧歌星我又噏唔到名，嗰啲 melody 我又哼唔到。咁啊中間係咪有個落差咧？我覺得應該係有。個落差好大添。有冇機會可以拉近？唔似可以，點解咧？我覺得你個分水嶺就係 K 歌嘅出現，唱 K 啊！嗱，以前我哋咧聽你唔好講話7、8、90年代嗰啲歌，許冠傑啦嗰年代，你講我舉例啊，嗰陣時嘅歌咧個音域好闊嘅。係。你講林子祥，男兒當自強，11個音啊，高與低嘅差距11個音啊，閒時邊個唱到11個音啊？我哋普羅大眾、普羅人。頂籠唱5個音，係咪？係。你如果去卡拉 OK 點唱《男兒當自強》，你係找死，係咪？因為佢音域太闊啦。其實梅艷芳嘅歌好難唱，係。表面睇容易唱，唱落你就知。梅艷芳嘅歌大部分係9個音，高音同低音喺一隻歌裏邊9個音。咁對於一個凡夫俗子唱5個音，咪哆唻咪發嗦嗦發咪來哆南無咁咯，咪 K 歌咯。所以90年代中開始喺香港出一樣嘢咧，就係原創歌就係 K 歌。咩叫 K 歌咧？就南無咁幾個音嘅啫。易入口，易唱啦，起碼易唱啦。咁正正下啲歌就唔好聽。我哋話歌係應該抑揚頓挫噶嘛，有高有低。咁你真係有得8、9個音啲歌，哇上上落落，咁先有得玩噶嘛，先好聽噶嘛。咁但係你唱 K 你就唔會即係唱唔掂。咁啊有隻歌叫 K 歌之後，我就開始覺得我都係聽翻以前嗰啲啦。所以你話我哋拎啲歌曲呢樣嘢係咪就可以橫跨唔同嘅社區即係走遍大地咧？又唔似係，即係一聽歌都有幾派嘅。高導啊，今次咧喺多倫多咧嚟到呢個展映呢個嶺南功夫少年上邊咧，有好多片段咧係展映俾我哋啲觀眾睇咧。其實我哋本地觀眾嗰啲反應咧，你有啲咩嘅感受？我自己今次嘅感受非常之好。首先咧，雖然我哋今次並唔係一個足本嘅放映啦，咁我哋係帶咗個特別推介版，係呈現咗一啲片段俾觀眾。但係佢哋睇完咗之後咧，第一個就係我哋個片尾啊，嗰隻ending 嘅歌咧，就係鐘鎮濤同我哋唱嘅主題曲《功夫少年狂》。咁啊，功夫少年狂個 roll 一完咗，全場鼓掌，嗰個勁獎係俾我一個好好嘅感覺。更重要嘅咧就係我哋成套戲，雖然佢唔係一個完整嘅放映，佢只係一個片段片花咁樣，但係咧我哋完咗之後有做咗一個叫做影後座談。係。咁啊難得啊三無常大哥就同我一齊同觀眾，全院觀眾幾乎完全留低同我哋做咗個對話。個對話我睇到佢哋睇得好入戲，即係好珍惜、好中意我哋呈現出嚟嘅內容。其中有好多觀眾對於乜嘢叫做功夫精神，乜嘢叫做嶺南文化，都係好多嘅好好奇、好追問。好多觀眾都問啊三無常，即係你以前係點樣習武嘅？點解你要習武？功夫精神代表乜嘢？咁啊三無常都答得好好嘅。咁啊佢又譬如佢講到話功夫精神其實就係中華民族嘅精神。好啦，咁翻嚟之後咧，就佢甚至咧三無常咧，仲喺觀眾面前咧講佢以前咧點樣去偷懶，就躲避啲師傅出啲題目，好刁鑽噶嘛，人要倒吊對腳喺夢牆度，個頭啊要要向住地下。咁啊佢當時點樣去 cheating 啊？即係去點樣俾師傅追打？我啲古仔真係好好聽。咁我覺得能夠引起觀眾喺呢方面嘅好奇咧，就我哋個放映係好成功嘅。所以雖然佢唔係一個足本放映，
但係咧佢呢個片段已經睇到我哋嘅內容，好能夠令到觀眾對於呢個嶺南文化，對於呢個功夫嘅文化係有一個好大嘅好奇感。咁呢件係一件好事，令到我第一次我嘅片段見觀眾咧，我嘅感受到好有信心。有冇少少意外？有少少意外啊？大意外就冇，我都一如我初嘅設想，我都係想建立呢樣嘢俾觀眾嘅。但係佢哋顯得非常之好奇同埋著，因為我哋唔係啲好誇張嗰啲功夫片。係功夫片可以拍到好誇張啊，咪係咁出一百拳嗰啲咧。好實在。但係我哋呢度係傾向完全追求寫實。咁其實寫實有寫實嘅睇法。好，今日咧多謝你高度同我哋傾咗咁耐啦，多謝你嚟到我哋第一集嘅名人對話，亦都好多謝咧我哋今日嘅贊助商咧金樽南粵，佢哋咧提供嘅場地，咁所以咧佢哋送咗個名貴嘅大紅袍俾你。哇，正！見你好中意，好好飲啊！頭先我狂飲。係啊，咁所以咧希望盡快又再見到阿高度。好啊，嚟到多倫多同我哋分享同埋同我哋見面。好啊，好嘅，多謝晒。好，拜拜。拜拜。